你哋做嘅事情，歷史見證會寫低嘅。咁樣做，你哋搞學運，你哋有幾多人生經驗？你哋嘅理念會唔會扭曲咗？你自己都唔為意，可唔可以用唔同嘅層面去分析一下制度？你哋嘅行動各樣嘢嘅好處壞處，定抑係一個單面單向嘅思想？你哋行錯咗一步棋咋，又影響到好多個大局噶啦。件事情一發生咗，就有陣時好難收拾噶啦，變咗一個殘局就20年後、30年後，感覺到後悔啊，太遲啦！學生們有啲foresight，唔好讀死書。蘋果等於 Apple，唔係咁直接嘅啲嘢嚇。1+2等於3啊，3+0都可以3㗎咋，1+1再加1都可以3㗎咋。讀書唔好咁死咕咕多層面去分析件事物，唔係單一性嘅，鎖定咗嗰一點，跟住又眯埋擸個頭埋去，呢個就係目標，唯一嘅目標，唯一嘅做法，係咪咁樣啊？你哋數理化有陣時同一個答案都可以用唔同嘅程式去計嗰條數啦，啱唔啱啊？你哋思考呢啲問題，肯去思考，肯去關心社會，真係好嘅，係令到你嘅思想更加成熟。但係你要多方面去思考，你做 debate 都好啦，啱唔啱啊？你都要分正方反方啊嘛，你唔可以淨係留我而家反對嘢，所有嘢都係由反方嘅角度去睇。咁而家當你抽籤抽咗正方，你可唔可以揾正面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呢？係咪而家呢個選舉嘅制度只有害處有壞處，冇好處？係咪呢個選舉制度係700萬市民都唔接納？係唔係最後一句？係唔係你寧願冇得選舉，冇得一人一票，寧願係接受呢樣嘢，原地踏步，都唔接受，或者唔希望其他人去有呢個咁嘅權利，去一人一票去選個行政長官出嚟呢？去剝削埋其他人呢個權利呢？你唔滿意呢個制度，你咪唔參與呢個選舉咯，唔參與呢個投票咯，啱唔啱啊？唔好咁野蠻先得㗎，係嘛？茶餐廳有 A、B 早餐嘅，你唔中意食 A 餐食 B 餐咯，冇問題㗎。我話你唔中意食 A 餐，呢間餐廳呢就唔可以賣 A 餐嘅，所有人都唔可以食 A 餐。學校咪咁教你㗎。理性分析，咩叫理性？有邏輯性嘅思考，有遠見，諗多兩步做嘢。捉棋，而家教你捉棋啊！你學校都有啲棋王啊，同佢商討下，真係慢慢坐低研究下。人哋捉棋，人哋行一步，自己諗到2、3步嘅。我都發夢都估唔到，香港咁穩定嘅社會，喺世界上邊真係屬於差唔多最穩定嘅一個社會㗎啦，已經。啲平民百姓有工返就返工，有學返就返學，冇工冇學返嘅，亦都唔使餓死街頭。有病有痛冇錢睇醫生，攞綜援，又可以睇到醫生。
夠幸福未？冇乜天災嚇，冇咩翻風落雨啊、地震啊，搞到死人嘅少，極少。啲氣候又唔會話40幾度啊、50度啊，係啦，唔會零下10幾度啊咁樣，係咪啊？各方面嘅配合都相當之好。原本市民就安安樂樂咁生活，雖然人同人之間呢個關係就比60年代、50年代差咗好多啦，冇咗送禮制度啊，冇咗互助互愛嘅情況出現，係差咗好多。但係講物質、講穩定性真係相當之唔錯。你哋竟然就因為要一樣你哋咁理想嘅目標，要一步登天，就要造成香港咁大嘅破壞，過唔過意得去啊？我唔反對你哋有呢啲睇法，但係只不過呢個政策已經決定咗，無謂大家再喺度互相再衝擊，已經係行咗一步，已經進步緊㗎啦，已經有改善㗎啦，比以往。你而家唔係退步啊嘛，係進步啊嘛。今年進步咗，2017年進步咗2分，2022年又或者進步多3分，咁咪好咯。點解連進步嗰2分你都要打回原形，唔俾佢進步啊？個人啊，考試都想攞 A 啦，想100分啦，或攞高成績啦，係咪個人都一如理想呢？人生真係如意嘅事極少。你有權選擇你父母嗎？你有權選擇出生一個好富有嘅家庭？你有權選擇一個好健康嘅身體？你有權選擇去立到一間你好心儀嘅學校？你遇到一個你好心儀嘅伴侶，大家互相支持，冇鬧交嘅，互相支持，互相扶持去過下一生。你每年生日都有一啲唔同嘅驚喜。你所講嘅理念嘅理想，我隨時噏到100樣、1000樣出嚟，樣樣嘢點為先最理想、最開心？但係你要知道，理想同現實係會有個距離。理想個個人都想，但係你嘅理想未必等於人哋嘅理想咯。一個民主嘅社會就係話，大家有言論自由，你可以 convince 人去接納你嘅想法，去令到有部分人同意你嘅想法。大家講個 point 出嚟，但係你都尊重唔同意見嘅人士啊嘛。呢個社會唔係你得少眾人玩晒噶嘛，人哋容許你發表你意見，你都容許人哋發表唔同嘅意見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唔係話大家唔同意見，我就要呢個人就係衰人，呢個人就係敵人，唔可以啊嘛。你話爭取民主，民主一個基本嘅元素就係話要尊重唔同理念意見人士嘅發言啊。每個人講嘢唔同意見，可能都有佢嘅 point，佢嘅立場都係正確。睇下你站於邊個角度同佢觀點，個價值觀點樣，人哋都可解釋得到，佢都有佢嗰個說法背後嘅支持點嘅。點解你又唔去聆聽下？要人哋服從晒你嘅，咁呢啲咪變咗專政咯？俾你跑出嚟做行政長官，你咪又係咁樣排除異己咯？我玩晒，
我講啲嘢啱晒，係你講啲嘢係啱，但係咪啱晒呢？會唔會你諗嗰啲嘢全部都啱晒嘅？全部都係即時見效，即時要處理，個時間性幾時執行都要你話事，呢啲咪專政咯嚇！放下你哋憤怒嘅心情。香港而家一個轉捩點，你想繼續令到社會繁華安定，大家分享唔同嘅意見嚇，民主步伐係有進步嘅，朝住目標去走嘅嚇，只不過有陣時走嘅目的地有啲分岔路，可能有啲人咁走，有啲人咁走，用唔同嘅路徑去走嚇，大家都感覺到，咦係喎，多咗一啲權利喎，你已經俾多咗權利俾你㗎啦，有冇問題啊？即係好似個細路仔小一年班而家有零用錢每日10蚊，2年班你係20蚊，6年班60蚊好未啊？唔得，600蚊，咁樣講價得唔得？唔可以咁咯，我覺得真係進步緊嗰啲嘢。如果你話停滯，你就憤怒啫。喂，等咗咁多年都停滯，得個講字揸拖停。你而家唔係啊嘛，真係有成效，真係好清晰，俾個權利俾你，跟住你話唔要。你去一間茶餐廳佢賣晒嗰個 set lunch 佢都話冇啊，咁你點樣啊？你可以有權選擇唔喺呢間餐廳食飯，去第二間咯。或者你咪選擇 second choice 咯，啱唔啱啊？冇 set lunch 你咪食第二啲散餐咯。香港都係好自由嘅，你接納呢個生活模式，你繼續喺度居住生活；你唔接納，你選擇去第二啲國家地方嗰邊生活。理想個個人都有，但係個個人對理想嘅定義睇法都唔同。即係好似食 buffet 啫嘛。你中意食雲呢拿雪糕，佢就中意食朱古力雪糕啦。啱唔啱啊？我中意食雲呢拿雪糕，所有人都要轉晒雲呢拿雪糕，跟我食雲呢拿雪糕得唔得啊？有唔同嘅聲音，大家對理想嘅睇法嘅目標都唔同啦，係嘛？個社會梗係咁噶，冇理由每個人諗嗰啲嘢一模一樣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咁咪大家喺和平嘅氣氛之下商討一下咯，大致係咁樣啦，大家商談或者交談10次8次咁樣叫做最好嘅方案噶啦，就推出嚟啦，和氣收場。我就希望就唔好搞咁多動作啦，搞啲衝擊，故意令個社會擾亂個社會秩序嘅行為，電視影晒出嚟有冇人幫你啊？揸住啲 banner， 人哋跟住嗰度話防守線係去到呢邊我係咁衝，咁你想衝去邊度先？你目的地係咪要擅闖民居？走到禮賓府裏邊個大廳好未？得唔得啊？咁同你有意見出嚟嗰啲，留意走到入你屋企裏邊得唔得啊？衝啊嘛，咁你衝去邊啊？你講你想衝去邊啊？我俾你行前2尺啦，揾個高級人員收埋你嘅訴求啦。你喺晒所有傳媒面前睇晒你嘅示威動作啦，表達晒你嘅訴求啦，咁就 OK 啊。點解一定要衝？點解一定要用暴力？你解釋唔到點解要製造暴力？